嘿嘿嘿嘿嘿啊！我 echo 没关，好，我先把 echo 关掉。Hello， 午安，午安，午安！来，让大家久等了吼。可以说话不咳嗽的感觉，真的很好。大家安，我是迪卡吞珠鸡。我的感冒总算真的有比较好了，只是我的人有点歪掉了。这样可以吗？いいんですか？このくらいでいいんですか？这样可以吗？Hello， 对，好大的猪猪吗？还好啦，才75C 而已。Hello， 午安，午安，午安，午安。我到昨天其实还昨天请了台嘛，昨天请了台，我一直很担心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又就是了的没重点，所以我昨天其实很紧张。但是我昨天的状态还是处于就是讲话会一点点想咳嗽，但今天很像就真的有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就我的声音真的回来了，不太会有想咳嗽的感觉，即使有也是一点点这样子太好了。没想到我这一次的感冒会拖了这么久才刚讲完又想咳嗽没想到我这次感冒会拖了这么久。秋冬这种天气真的是不能小看。我一直都觉得我抵抗力很好，因为都可能作息正常，然后一方面又比较都尽量避开冰凉的食物，对，所以以往我一旦生病，其实愈合的真的是还蛮神速的，大概有时候甚至就一天觉得说怪怪的，但是我就快点就是可能吃一些营养补给品，或者是快点吃个药压下去，隔天就没事，甚至就真的中标了，真的感冒症状出来了，3天马上愈合的那一种这一次完全被弄到，可能真的是之前又在紧张 FFK， 然后又在紧张12月的活动，然后把自己搞得就是太累，我的免疫系统完全被打败，所以我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我都其实是处于很焦虑的状况，因为我声音发不出来，对一个不要说 VTuber 好了，就是可能以用声音想要用声音传达就是任何事情，或者是想要唱歌传达一些情感之类的，完完全全就觉得说崩盘，然后完全就觉得说我很像变成了一个很像少了一个很小很小零件的齿轮，我无法动弹那种感觉，所以很焦虑了。但是我就是焦虑就自己吸收，即使焦虑，但是也就觉得还是先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其实上个礼拜超焦虑的，就很担心我是不是就这样久咳不治各方面的就是很担心好，谢谢小天，好，让我置顶一下，谢谢嗨，下午好，谢谢你们来。抵抗力也很好，抵抗不了你的魅力，我就知道你又要领烧了流吗辛苦了，不会。然后我到今天总算就觉得说真的可以用很轻松平常的方式唱歌的感觉真的很好，好险我的声音回来了，身体也算康复了。可是会不会刚讲完，然后呢下礼拜马上又中标这样乌鸦嘴猪猪。有一个歌是是对一个歌手来说声音很重要，不管是什么事声音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要透过声音传达给你们对呀，辛苦了。不会有抵抗力，但看到你觉得浑身无力吗？那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医生小天是能抵抗猪猪的魅力吗？应该还蛮多人可以抵抗的吧要不然我早就100万订阅了不是吗？对，广义追生者午安，谢谢你们，大家都午安。大元谢谢你加入第12个月助展专员，哇，你也满周岁了哈。偶尔的午安，哎呦辣哥，这不是辣哥嘛，好久不见，最近好吗？然后龙飞伊拉塞这范进先生，好，谢谢你加入第2个月助展专员。好，然后有句话，处理事先处理情绪，觉得这边可以用吗？是的，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用。所以基本上很多事情其实每次发生了之后一定要先处理情绪，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不二法门啦。对，只要你把情绪缓解了之后，很多事情其实就大概就有一个目标，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看来感冒也抵抗不了个没人
大姐，你真的越发晕眩了。我觉得大姐是属于那种，就是她是会观察一个人很久，或者是观察一个 V 很久，然后一旦决定要晕，然后就晕到义无反顾的那种感觉。大姐最近让我有这种感觉。俊成，谢谢你加入第11个月就在瞻眼哈。不要太顺势就立起啊！对不起，长官，是长官，您说的是。千里安安，今天回放了好几次昨天的情乐台，我不知道，我其实当下我真的就是我的脑细胞反正死好几万个了，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勒才会让你们觉得不会太难过，然后又可以勒到就是一些专属于你们的点。真的是超级烧脑细胞的。忙专题，好，辣哥加油！求求，这位总裁，你今天在跟我装初见，你要跟我装初见哈，求求！所以我应该跟你讲说，幸会，小女子姓朱，这样吗？尹先生你好，小女子姓朱，我叫朱蒂卡。幸会，欢迎来听歌哈。陈峰你好，然后新一伊拉塞，心清净才能生智慧嘛？是，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基本上啦，还好，上个礼拜虽然说算是本年度感冒最严重，然后也非常焦虑，不过也还好，顺的就过去了。对，还好，就是该处理好的事情其实都有在按部就班。对，然后加上昨天勤勒完之后，感觉我的身体状况好像又稍微再更恢复了。勤勒治百病真好。然后我就觉得昨天圣诞节我真的是从头到尾燃烧到最后一刻，因为我整个12月都为了圣诞节在燃烧，不管是我的私生活还是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很期待圣诞节，然后很多活动要去进行，然后可能跟姐妹交换礼物，或者是跟家人，然后或者就是我自己这边就是很期待有礼物，然后可以跟观众一起庆祝，然后亲了什么的，然后观众也会陆续寄礼物过来，很开心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真的是昨天我就觉得说我燃烧到最后一刻了，我超棒，我超屌，然后觉得说 OK， 我这个12月重大的活动就是一一给它结束掉，然后我就觉得好，我要好好睡一觉，所以我昨天其实也蛮早就断片。然后断片之后呢，今天早上我就兴高采烈的说教练，我没事了，我感冒复原了。好，很好，就这句话这样子好，迪卡来，我们今天那个课程啊，迎来我们那个岁末年终最后一堂课嘛。我说是的，我们来点仪式感的东西我最喜欢仪式感了，教练。好的，那请看我们今天的课程亮出来，干。你有没有看到我 Twitter 吗？我今天的课程跟你讲，我不夸张，真的教练完全不心软，他完全就是心胸手辣啦，他真的就是心狠手辣真的超级心狠手辣。广义，你不要跟我那边装哈，那边装。大姐你在哭什么？水玉拉塞，然后球球在那边看什么？记错这一台蛮长力气的吗？你没记错啊，好辣哥，一步一步来总会没事的。对啊，其实就是还好，就一步一步就没事了。对啊，现在我没事了，我大病初愈，我今天喉咙很像状况，其实也我觉得差不多恢复了。不过我们慢慢来，也不要让它太一下子可能就唱难度太高的歌。紫金留影拉下。然后昨天朋友发烧吗？没有交换礼物到。好啦，礼物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圣诞节还是 OK 啦，都准备了，今天交换也可以嘛。练腿，我跟你讲，不止练腿，我全身都没了，好不好？结束，好 OK。教练还是一样狠超狠的好不好？而且他每次都带着就是非常和蔼可亲的笑容，而且因为他练得很壮，他就像一头维尼，你知道吗？而且他又是那种下垂眼，我每次看他就是笑得很灿烂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好可恶，每次都在旁边笑得很灿烂，然后把我操得半死这样。对，教练是为我好，这样大病初愈嘛，最后一堂课嘛，来呀！并不是我们的课程最后一堂课，而是就是今年度课程最后一堂课，明年我们还会再见，明年就是下礼拜会再见。对，年终课程加好加满，我们来验收一下哈。我看到今天的那个课单，我整个就干，就一直想骂脏话。小小的口蹄疫打不倒猪猪的，是的，我就背。嘿，伊拉塞，嘿耶，然后极限，谢谢你们过来。所以香歌里面的19首是故意不超过的吗？19首唱完，让我想一想 ，Let me sing， 就是我是不是就还是看
看喉咙状况，就是给我的歌唱老师一点尊重嘛给我的歌唱老师一点尊重。对，就长得很像壮硕版的维尼，我的健身教练真的长得很像壮硕版的维尼。对，就是你看他一副和蔼可亲，然后下垂眼，他是一个型男，然后把自己练得很壮，就是长得像维尼，人畜无害。可是他常常就是给你一些就是很想揍爆他的课程对，年终加码这样，对，一点尊重，一点点这样，他帮你发年终，对然后他说好哦，迪卡加油哦，最后一组哦，最后一组做完有圣诞礼物哦。我说圣诞礼物吗？我觉得我真的很好哄骗然后总算汗流浃背的做完最后一组，然后圣诞礼物就是哇，恭喜你获得了一包乳清蛋白以及一颗什么，那个算是应该什么算是那个筋膜按摩球之类的嘛。然后我就看那个礼物，心里想说干，我可以自己去买啊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期待是圣诞礼物可是不会不开心啦，就会觉得从头到尾就很胡闹，可是就觉得谢谢教练，谢谢教练关照，就是对明年请多指教这样。之前发写猪猪尊重我们放在心里，唱漫步25首吧，再说啦，我今天最晚也只能陪大家到最晚6点这样。对啊，雅漾真的是壮硕版维尼，真的很可爱。你看他的脸，其实真的，他常常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但是他就是很壮硕的一个维尼这样。圣诞礼物就再加一组，可以不要吗？宇宙大学环妹，哇，好棒是吗？还有圣诞礼物不是再加一轮？原本我有跟他讲说，教练你不要好小我，你是跟我讲说圣诞礼物是再加10组这样，然后他在旁边就不讲话，一样笑得很灿烂，这样气死我！对，免费的就是香这样，对啦，很贴心啊，就是还是很有仪式感啊。对，因为我们教练其实我发现他也是很喜欢跟他的女友过一些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有仪式感的人有一些东西真的还蛮match的。然后因为不是每个教练其实都会安排这样的一个年终大放送的课程，然后我是跟他问之下才发现说，很像这间教练中心嘛，这间健身中心好像就只有他这么重仪式感，只有他会安排就是最后一堂课这种很斯巴达的那种课程。然后我在做的时候我说，教练这种课程你全部的学生跟得完？然后他说跟不完也有跟不完的方法嘛，我会让他跟完啊。他就还是一样露出了那种人畜无害的笑容。我就心里想说你会让他跟完？讲的这么简单。对啊，所以我今天真的是有史以来就今年度重训到完全你会流汗很正常，可是到我是长发，你可以想象中我的头发已经算很长了，但是我头发已经几近全湿了，你懂吗？被操成这样了，很夸张，只差点没吐出来这样。愚者伊拉塞，所以教练跟营养师有可能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练的女友是不是烟雾弹。对，但是这个我真的是只能说我每次就远远的看着他们的互动，真的觉得很香。对，但是这营养师绝对是攻，真的很强势，但长得一副也是一个美男样，而且他有戴眼镜，好香哦。好吧，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毕业咯，年终照到你明年不想来我还是会过去的，因为毕竟我的钱已经先缴下去了。你也是蛮人畜无害的啦，你不是？好，我们唱歌。你也好意思讲你人畜无害？就大家都跟你来塞。对啊，露出人畜无害的精明干练。对不起。好啦，好啦，我今天还是乖乖的把我的喉咙，毕竟大病初愈，还是不要就是畅聊太多事情，不然一聊下去可能怎么5点了这样。那教练用笑容帮你补最后几下。有啦，最后他觉得说我的脚开始在抖了，我脚正在颤抖的时候，然后他就有帮我稍微辅助一下几个动作这样。辅对波卡鲁夫完全是猪脚的菜吗？其实我并没有所谓我的菜还是菜不菜，而是就这对 CP 很香。就是我看男生不会只看一个，我会看2个。
看这两个配不配，然后这一直在思考他们两个的属性，然后本里面大概可以怎么样发展。哦，超香好了，我今天不是要跟你们讲 BL 啊，就明明很怕我讲这种东西，你们却又很爱我讲，很奇怪。再加始祖，差点以为发学要下去了吗？他不会下去啦，只是就略过。主角不要太兴奋，辅助对那个辅很棒，主角这样真的好美，尤其是 No 胖嘛，我谢你又揪到了，我明明现在你们就看不到我有胖还 No 胖，我现在是死库水，至少我还有死库水撑着，好不好？我不要理你们，我要唱歌了，今天真的是久违的感觉，我真的感觉很像800年没唱歌了我的喉咙还在吗？好，首先第一首歌就是您各位所看到的这一首。来吧，直接来喽！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久没歌唱配信了。Hello 大家，我今天复健歌回，对喉咙状况稍微恢复了。让这款世间行踏感情放一边，同情无同情嘛是自己的前进。会藏伫目眶内的悲哀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脚手软。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陪，就藏在心肝底。对我刚过聊天，我还没暖嗓算了，就先这样吧，边唱边暖，这样。大家安，欢迎来听歌，今天是台语歌主题哦。不管是男性女性朋友，拢交陪。无论是真心假爱，当作烧酒话。唔通来问我过去，我会讲几遍。目屎流，甲唔知天相白。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陪，就藏在心肝底。人讲这款人只是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陪，就藏在心肝底。大家安安，欢迎来听歌。而且我的防喷麦刚没有设置在我前方，设置一下，我就连那个唱歌的配备都忘了弄回来。好听吗？阿里嘎多，小小哥，啃苹果伊拉塞 Howard， 然后刚刚还没有打到招呼的，谢谢你们，少龙，然后赫鲁斯，阿明啊，好可爱，谢谢你们过来。我今天是台语歌的复健歌回，我的喉咙声音总算回来。然后因为这次3.0有没有？爸爸不是帮我新建了这个吗？
哀伤表情。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很像大部分的歌，基本上都会露出这样的一个表情，没办法，很像那种台语歌都是那种哀伤居多，很哀伤。好啦，但是我在歌跟歌中间会稍微切换回来我原来的表情啊，好不好？浪不合，谢谢你们。好，咱将会二姐钢琴放一边吼，来，谢谢大家，我们继续。哈，等一下哦。啊，真的吗？等一下，那我设定一下吼。6800，后台显示我这目前的位元率比较低，是不是？哇，我现在还来得及设定吗？你们等我一下哦，位元率太低，你们现在看的会卡卡的吗？刚刚顺便看了一下，好像真的很久没歌回了嘛。对呀，我真的是差一点睽违1个月。我想说我的喉咙完蛋，很担心回复不了。还好它还在，还好我的喉咙还在。等一下哦。现在还可以改吗？我看一下。好，没关系，我改一下好了。现在如果可以改的话，现在应该可以改吧。好，总之你们那边不会卡卡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吧。凯音，你点看看，如果猪猪会唱的话，好不好？如果我会唱的话，我们就来唱看看。可是今天限台语歌哦。来，我们接下来紧接着下一首歌。然后这位是空讲嘛？空讲，伊拉塞空讲。接下来是什么？爱慕丢狼哟，好。我接下来其实我歌单其实也还蛮随性的，但你接下来是爱慕丢狼再会中港路，好，恭喜你，我不会。要不然有些可能是，如果是经典老歌的话，搞不好有机会以前听爸爸妈妈唱过，然后副歌可能会，然后前面再学一下就会了这样。可是我们先把今天的歌单先解决掉。爱不对人爱不对人，还可以吗？没有卡，那就好。又是飞龙在天，有啦，潇潇哥，我上次在那个什么，我在那个 KTV 的学妹歌会，完完全全不晓得该怎么唱那首歌，然后一直疯狂叫学长导唱，都没有人帮我导唱，我气死我。继续歌的就是爱慕丢狼。我小时候是听我妈妈唱到会了这样子，对，爱慕丢狼，这首歌很好听哎。对，那我要改。现在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我爱不对人了。我爱慕丢狼，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感情下了手重，注定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爱若是无情缘，难免有分开的一天。愿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3冬5冬。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讲3-2句话，就想要换阮的思念。踮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温温圆圆，拢是因为爱不着人。对呀，其实台语歌很多很好听，但是就是不晓得歌名，要去查才知道说，原来这首歌是这个哦。Sam， 莱特比哥，谢谢你们过来。野兔宝宝伊拉塞。因为感情下了手重，注定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爱若是不真缘，难免有分开的一天。
永远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3冬5冬。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到重。凊彩讲3-2句话，就想要我阮的思念。两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稳稳圆圆，拢是因为爱不着人。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到重。凊彩讲3-2句话，就想要我阮的思念。两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稳稳圆圆，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スープ水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哎，我的麦克风有共鸣吗？你们是有听到杂音吗？有吗？有的话跟我讲一下。有什么共鸣声音吗？还有那个我的声音跟那个伴奏应该是 OK 啦。吼，哎，大弟弟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哦，要到齐乐部哦，欢迎你，就是拿起你的魔法小卡刷下去就对了。刷到第几道菜了 ？OK， 光阳目前第2道菜哈。好的，目前声音还 OK 吗？就是我的声音跟卡拉 OK 的部分，如果要调整大小声，对啊，有 echo 啊。哎，我应该 echo 还在吧？我没有关掉啊。超好听，很有那个 feel 吗？哎呀，谢谢你空讲，阿里嘎多。前半首有音的声音，好啊。现在呢？一宿，调整一下。现在呢？还好吗？吃龙虾冷盘很有声。龙虾冷盘了，我不知道上了没？你们刚刚问我们家的那个各位猫喜、各位面线们，这样。好，好，爱唔丢人吼。哦，伴奏的问题嘛，现在应该没有了哈。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再跟我讲。老吴喵伊拉塞，上好美盘，总觉得很像在臭谁这样。来，好，接下来也是我们二姐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咖喱蓝调调。好 ，OK， 好，没事，我只是确认一下，工作讯息。你们稍早如果，好，就是像有一些观众在那个某个地方读到我，对，但是至于为什么呢？你们去问负责人，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下了封口令，不要问我，对。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看错了，那不是我。OK， 咖喱蓝调调，只是觉得爱上我是爱不对人吗？你怎么会问我呢？你应该问阿月不是吗？阿月爱你爱得要死，在那边哦。来，这首歌我之前在唱某一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的那个发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发。我今天不知道会不会翻欸。那一句怎么唱有点忘记了。声音部分现在还 OK 吼，有问题要跟我说哈。我要跟你调调，因为惊你半暝啊爬起来哭，甲你咱
在心肝头，予你对人生袂搁梦渺渺。我要甲你咱条条，毋免惊惊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咱条条，予我陪你唱同调，分担你的忧，你的唱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咱条条，予你袂惊袂搁喊，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雪玲宝贝，伊拉塞，俄罗斯斯，伊拉塞，得记住伊拉塞。对了，我有个东西没有开起来，开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差，因为上次爸爸有教我怎么调，然后调完之后好像还不错，可是我忘记要不要每次都开起来了。等一下，它在哪里？これか。好，总之先唱。我要甲你咱条条，毋免惊惊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咱条条，予我陪你唱同调，分担你的忧，你的唱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咱条条，予你袂惊袂搁喊，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安安安。好，我把这个 AG03 的空多多鲁这个开起来有比较好一点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衣衫褴褛，然后 Elisa 伊拉塞，谢谢你们。就是听不太出来这种东西，对，但是这个数值基本上是上次帕帕建议我这样子调，对，然后当时调完时杂音瞬间少了很多，我就超佩服帕帕的，因为他真的很厉害，他懂这些数字，我其实一点都看不懂。谢谢帕帕，台语歌都不会烹好神奇。你是在哭吗？你是在哭吗，少少哥？Angry 伊拉塞，台语歌，嘿，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某个开关被打开，然后就好像不太会烹。有啊，还是会有烹的时候啦，还是会有烹的时候。可是我就唱台语歌很像不怎么烹，可是我就是台语就讲不好哦，真的很气。木卡子歌，好，念歌的时候还是很多烹啦。对啦，你们说的都是啊，好不好？是，你们说的都是，懒得争辩。
司徒峰，我谢谢你昨天上场哦，我谢谢你昨天赞助哦，我谢谢你昨天让我跟您各位的员工请了啊哈，希望你们昨天玩得开心哦，司徒峰。然后肖望成伊拉塞，详情请见教授歌会。你们真的有办法把 KTV 歌会弄成教授歌会，我真是 I 服了 you 啊！你是很佩服什么鹏啊？我谢谢你哦。梁董，你回来了，很欢乐吗？真的吗？我今天的歌好像都还蛮悲情的，就算唱错，大家也体会不太出来。哦，说的也是，是不是？小红，出去找厂商吗？加油，辛苦了。司徒峰老板娘很喜欢看猪猪，到底该哭还该笑？为什么我每次的情乐台我都有上墙的机会？你们可以上墙我今天的歌会呀！你们上墙啊，你上啊，面试们，你们上啊！就打死都不上，你就一定要上我的情乐台，很奇怪，你们这群家伙，今天也有上墙吗？真的吗？是的吗？司徒峰的，应该说，老板娘，我原本想讲司徒峰的员工们，但想不对，他应该只是主管啊。司徒峰的同事们，你们好，我叫朱蒂卡，我今嘛在唱台语歌，咱到底来唱台语歌，恁讲好不好？声音听起来很快乐，不一定久，对我超快乐，我总算可以用喉咙发出我唱歌的声音，你们懂那种感觉吗？睽违了快1个月，总算我的喉咙声音回来了。找仓库我们有问题啊，辛苦了双眼呢？对，我怎么忘记这首歌了？等一下可以来追加一下。可是要追加的话，很像我看一下，可以耶，我差点忘了。追加的话，我看一下这个系统，很像应该是要这样那样，然后再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再那样。好。再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应该就加进去了。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呵光合作用。你好，怀念电音歌手吗？电音歌手，你好，怀念电音歌手，什么样的电音歌手？欢迎来到迪卡电台，是欢迎大家来迪卡公播电台哈，公播电台，对，公播电台哈。欢迎来到迪卡的广播电台。那么这边在唱台语歌曲，大家听安尼吼。然后默默超过20首，没有，刚刚好20首。不要跟老师告状，拜托。这些歌单19，没有啦，我堆进去就20首而已啊。你老板娘是猪猪吗？原来我才是你老板娘是吧？这样酿，对，再这样再酿，这样酿，对，就是这样子。来你们是说怕怕的一日电音歌手吗？有啊，下次还是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在一起唱歌，我依然会成为他的一日电音歌手。他永远都是舞台上的主角，我永远都是那片绿叶，好吗？欢迎大家6位来赛。好啦，接下来。等一下我换一版好了，这一版应该比较……落雨啊啦，恁各位哦，雨伞紧摕咧哦。好，这一版本的，感觉它的雨声比较大，就觉得比较有感觉。我想要酝酿我的情绪了，我的情绪很悲伤，我要想起我的阿母，他都要在厨房在吃饭。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我头甲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甘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
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爱花，竟是犹原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有命。唔通当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林恩伊拉塞、千里伊拉塞、普什米亚，新来的朋友谢谢你们。然后 QCJ 伊拉塞，然后光合作用。妈妈，妈，我在这，妈，我今晚在唱的好声啦，我伫家。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爱花，竟是永远拢总无变。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有命。自小会走总咧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有命。唔通当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点赞点起来，左上角3个点，点起来就可以点赞啊！谢谢千里，阿尼嘎多，小易拉塞，然后 Alex 嘛，这应该是 Alex 是不是？欢迎你，欢迎你！哎，九吉拉塞，他们都有猪猪阿布疼吗？是啊，我妈超疼你们的好不好？可恶，别想跟我抢母爱，别想跟我抢钱，别想跟我抢油姐。右上角啊，没关系，我知道，对，都可以。谢谢。然后像非常催泪的一首歌哈。我当初在出配线没多久，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会唱到想哭。但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有很多情绪跟一些共鸣点不太好处理，然后就很想把这首歌练到就是更好听之类的。然后之后就看到这首歌就很厌世，这样，因为总觉得自己有部分的歌词或者是部分的那个段落都处理不好，然后这首歌感觉已经变成了一个我的功课，就是他的情绪什么之类的，就是已经变成
我这一段我要怎么处理？我这一段我的共鸣点在哪里？我这一段我的肚子多用力，就已经变成一个公式了。对，他的歌词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公式，感动不起来。好啦，但是把它内化之后，还是可以很感动的。是不是？原来你们的目标根本就是我妈啊，是不是？对，这首歌真的会听到哭，球球。对，尤其是你跟我们的，等一下，飞鸿，不是，你记得笑脸给你安利刚丢，我记得你不是还很年轻吗？飞鸿，就是依兰之名刚烈吗？刚遇就不错，什么刚遇就不错？我应该没有念错吧？刚遇就不错，罗喉虾，嘿，虾好吃。这居然是烟雾弹！我觉得你们每个人的目标应该就是我妈才对。是啊，能妻呢，是不是？哦，我妈可以燃起你们曹氏宗亲会的基因，是不是？好了，我想叫我妈来唱啦，下去了啦，走了啦，不唱。好啦，我跟你讲，我现在扣我妈来，她真的会来哦，因为这些歌基本上她都还蛮熟悉的。我真的可以成为我妈一日定音歌手。你各位曹氏宗亲会们，是不是燃起你们的曹氏魂这样子？欢迎尤姐这样，情乐台在这里吗？昨天是假情乐台，今天才真情乐台。好啊，你们都不爱我唱歌，只在听我妈唱歌啊！你们的目标是我妈，不是我嘛？我只是个烟雾弹嘛。好，走，不要唱了，走。我现在在龙虎塔，不要来找我，你们走开！不要问我在哪里。外面天气好冷，我在高雄大佛，你们都不关心我，这风很大，你们知道吗？你们只关心我吗？都不关心我，很冷呢。对不起，流口水。接下来我到了8-5大喽，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吗？我在这。好啦，回来了。佛祖要你来唱歌啊！小红帽没有啊，没有啊！我昨天情乐完了，我觉得每次情乐压力都好大，真的很不喜欢情乐。好啦，开玩笑的啦。好啦，弟弟瑞的伊拉塞在约不是跟你约在礼堂了吗？礼堂是怎样？学校礼堂是吗？好啦，毕业即失业。好啦，回来了，不玩了啦。情乐台昨天结束了，好不好？对，我们1年1度的情乐台，不可能不会是1年1度，因为接下来常常被你们拔起，很奇怪，常常可能会变成1年3度还1年4度之类的。哇，爱鬼！刚刚那段不错，我谢谢你哦，心月喵。喜欢猪猪软软的情乐吗？我觉得那个一定要让自己有点醉意才有办法。对，刚刚那是附赠啊，根本没在热，没有，我就连一点点小小的热我都没办法，我都是平常就不是这样讲话的吼。拼图台哦，有这种东西吗？没有，我们先唱歌这样，没有这种东西。今年好像就3度而已吧，我记得3度还是4度吧，又是一首非常哀伤的歌。我觉得我的表情不用切换回来了，太棒了。你们都只爱刘姐，你们仔细说，认真说，你们爱我吗？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不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等你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说。失去的我，感谢天地，今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
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切。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哦，如果想点歌的话，我们今天先台语歌，点看看，如果我会唱的话，可以加进去。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唱台语歌，很多都是很哀伤的死人歌。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的音乐。不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两年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切。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切。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Hello， 您稍已拉塞鬼岛地狱生存者，谢谢你们过来。然后嘿，小鸡刀、新一应该都有打到招呼。然后诺言，谢谢你的点歌。对，因为其实今天我是有准备20首啦，对，但是因为我的唱歌老师都会念我说，不要一直超过20首，不准虐待你的喉咙，所以就对。但是你们点起来，就是今天如果唱不到的话，我之后也有可能就是会。把它练起来，然后再唱这样子，对，因为我看一下，爱到超过，是爱你爱到超过，失去控制，这首歌吗？太棒了，这首歌很好听，但我只会副歌，我只会副歌，有机会练啊。爱到才知疼，爱到才知疼，怎么这么熟悉？爱到才知疼是谁的？我看一下哦，爱到才知疼，依林姐的啊，爱到你心惊惊，想到你心痛痛，我已经我怎么会忘记这首歌？这首歌是妈妈以前小时候也常常会唱的
好想加进去，我会被老师骂。哎，天哪！你们唤起了我儿时回忆耶！其实我应该有很多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可能会唱的，但是我自己忘记了。你是害怕想起来，还是忘记了？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没有，我没有害怕啦，我没有害怕想起来。好，我先加进去。如果我待会状况不错的话，或许还可以再加。好，云中月圆。好，这个可能接下来的我就可能就先收进我的台语歌单里面，好不好？很多歌都是猪猪听过，但不记得歌名。对啊，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就是在台语的环境下长大了，所以我的台语才会一直被电啊。我每样讲啊，我每样讲台语啊，那安尼啊，我唔知影，就安尼啊，我都没练凳啊，咬我啊！好了，我尽量讲。现在什么排公妙发的春联，酷哎！好 ，OK， 好有年味哦。猪猪老师不要看直播，对，拜托。然后刚刚仔爷，7个月的猪仔专员，谢谢。肖老师，咱们结婚好吗？肖老师是谁？肖老师，你的老师姓肖是吗？你来这边就是公开跟他告白，要我传达是吗？是这样子吗？我喝个水哈。以林记怎么是少了人声的歌？说傻的牛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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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傻了？哎，我帮你改变物种了，牛吗？牛吗？你觉得我今天怎么可能没有准备那首歌？怎么可能？是不是？我的歌单其实有放在 DC， 对，哦，你是说萧煌奇老师是不是？哦，我想萧煌奇老师，通常大家都一定会 Q 那个什么，新来有江啊，是什么阿嬷啊，阿嬷什么阿嬷的微信啊，对，人生的歌有哦。好，萧煌奇老师的歌有很多经典，也是我目前带练歌单很多希望练起来的，好不好？对，我今天其实已经准备好19首歌单了，对，所以就是有点播的，不好意思，但是我会把它收进我的台语歌单里。之后我们的伴奏歌回或者跳痛歌回，基本上很容易把它 Q 出来的，好不好？因为我很常办一些伴奏歌回或者是跳痛歌回，痛死你们大家，好不好？好，他都会迄首歌，就喜欢爱过哈。好，接下来是我们江蕙二姐的经典好歌《假熬》，MC 假熬。哎，我怎么哇假熬这么快就要唱到了？我其实每次唱假熬我都很紧张哎，这首歌难唱哎，基本上融合了各种二姐的唱歌技巧，不好唱。跳通歌回一组等于一首嘛？当然是3组1首啊，目前是3组1首。绿界被无视了吗？啊，真的吗？丽生，你有投绿界是不是？啊，好，绿界，你们刚刚绿界有跳出来吗？我看一下，绿界刚刚有跳出来吗？等一下哦，就是只是这个月不方便用红，之后会开很多歌会的。是的，我原本想说，我今天开完，我是不是礼拜五也来开一下，唱爆他？哎，丽轩，对不起，你刚刚有投绿界是吗？我好，因为重型歌回比较没有办法在周边确认大家是不是有投，等我一下。谁人比迪卡重要？我不知道，你们不是很多婆吗？我开始请了你们这样。哎，真的耶！哦，他娃娃，虽然不知道猪猪会不会看到，但要唱歌了，我帮你做个绿界声音测试。哦，我应该关掉了。丽轩刚被请了啊死！听说这个形态猪猪没穿胖子。丽轩，你是想被 ban 掉吗？难道我3.0 low 胖？你们是要帮我宣传是吗？我3.0 low 胖有这么重要吗？我就 low 胖怎样？不对，我的表情应该要改成这样才对。我就 low 胖怎样？你咬我啊！松阿姨难塞。好，早仓库辛苦了。这个星期五不是有那个吗？有，可是是晚上，所以我想说，我下午至少可以唱个歌，对。然后我也很难得会在晚上出现，对，因为说到这个我要真的谢谢最近就是有邀请联动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不管是工作室
还是就是比朋朋们贵单位，真的是谢谢各位，不管是企业式、工作室、社团式，谢谢。对，但是我就是我的联动时间真的是很鬼畜啊。对，因为猪猪基本上我因为投入这条路，就是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说我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都可以兼顾，所以我就已经是确定一直都是见红就休的状态。对，所以常常可能看到我就是只要有红字出现，高几率不会有我，甚至晚上我只要5、6点过后我就会消失。对，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工作上面可以长久下来经营这条路的坚持。对，你看我都已经尽量朝9晚5的作息，然后尽量就是避开一些很奇怪的时间配信，但是还是有感冒的状况。对，但是当然也是我真的把自己12月把自己搞得太累了。对，那就是也很谢谢最近大家的联动邀请，但是很多大部分真的是有一些可能我时间上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真的真的是假日或者是晚上，真的可能我也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配合。对，但不嫌弃的话，你们中下午台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找猪猪，谢谢。然后这一次礼拜5晚上的这个联动，我也是特别排开了时间。对，也是真的是很难得会出现在就是晚上的时间，也感谢大家的包容跟理解这样子。对，那这个礼拜5的晚上真的是也是很难得的。会有活动，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这样。对，但这礼拜5的中下午，基本上我如果没事的话，应该还是会唱歌这样子。对，这个表情配上这句话，好喜欢，我觉得你们很奇怪，你们真的很 N 欸。台语歌就知道小雨和真心吗？修好那首歌，对耶，那首歌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你们知道的台语歌，其实很多都是很经典、很有名的哎。吃胖是你咬走了，バカ変態うるさいもう知らない胖子返せよ，把我的胖子还给我，资金留意。猪猪no胖全公司，司徒峰你一定要这样吗？我的3.0难道不够美丽吗？难道压不过 no 胖这个技能吗？难道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都是 no 胖吗？我就是 no 胖，不然你们要怎样？咬我啊！不是，你们公司确定要看那么奇怪的配信吗？申红，你又回来了。礼拜5晚上牙签费赞助费牙签，好牙签，为什么？经典有不过时，真的啊！猪猪你是从小看。彩你真的是很容易游走我的边缘，你知道吗？彩我在 DC 跟你讲的，你要乖哦，知道吗？对，就是大家其实疯来疯去、闹来闹去没关系，可是该有的礼貌、该有的尊重，我相信你做得到，好不好？彩，可是可 A 死，我觉得大姐真的坏掉了，很棒，我喜欢你们放飞自我，就像伊木拉桑一样，就说胖子被他切，可以不要这样，可以还给我。可以把胖次还给我吗？我那么胖都是你们害的，把胖次还给我！好了啦，我要唱歌了啦，你们很烦欸。好了，我真的要唱 gay 搞 MC 是 gay 熬，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要唱加厚。不是我的胖次环节接在这首歌后面，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二姐。好，二姐，我不是 no 胖，二姐，我现在要穿泳裤，我现在穿的是泳裤，我没有 no 胖，好不好？酒杂不行，这个好啦，司徒峰这锅我背啦，我背好不好？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中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敖，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
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啊到，我会留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我跟你们讲，这个小 T 他超帅的，可是他是个手，我觉得我完蛋了。有一年咱若老，有心不惊你有效，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少年的时阵，你我缘投。情好情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啊到。你着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好大力啊，伊拉塞，谢谢你们大家过来。嘿，文宝。安666应该都有打到招呼了哈。说实在，每次我都是一点开直播就听到胖次环节。等一下，不是长官，你没有跟他们解释一下？我不是每天都在讲胖次，都是因为你们每次都说我那么胖，我要解释啊！哪里来的胖次？从头到尾就西字裤，爸爸手，我现在就连穿西字裤的权利都没有了，没有了。过了2.0。我就连一件胖次都没有了。爸爸说：“猪猪没有胖次，猪猪no 胖。”好，我们下一首歌哈。我们下一首歌是骂嘴骂亲亲，这个很适合献给大家。只会听猪猪歌，我差点要哭出来。你在哭什么？你在想那个给傲有啦？还是你在想林昂啊？林昂吼阿月有。阿月你无用啦，吼，你可以传达给他，你很想他哈。666谢谢，然后啃苹果，然后伊拉的猪大包，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是很正常的歌会哦，那个什么 no 胖什么的那个没有这种东西，对，好啦，骂嘴骂亲亲。下午好，一来就胖次环节，不是，开始那个，我只在解释好不好？我在解释。爸爸说我 no 胖，我就只能 no 胖，我能怎么办？他就连一件内裤都不给我，我能怎么办？可是我跟你们说，没有关系，我的抱枕套即将有胖次了，不
不，我2023年在 FFK 发出的那款抱枕套就有胖次啊。然后我2024年的1月份又要推出我的2024年抱枕套。我们抱枕套1年推出1次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只是中间间隔了1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只是提早推出2024年款，有胖次哦，有胖次哦。所以不准再说我没胖次。等一下，野都老师，你怎么会被胖次话题炸出来？欢迎野都老师。野都老师，你对胖次有兴趣是吗？可以，我可以跟野都老师聊胖次，我才不要跟你们聊胖次。你讲咱对爱唔通想计较，半工情就爱寸步留。每一项总有人有泪无地流，也总有人将情深锁条条。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头，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唔甘过情关口，亲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渺。心底半醉半情痴，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角，又搁终究断了。老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不敢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对，这首是昨天的我。凤轩文宝，谢谢你们过来。哎 ，Cosmas 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头。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唔甘过情关口，亲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渺。心底半醉半情痴，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角，又搁终究断了。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不敢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心底半醉半情痴，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角，又搁终究断了。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不敢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还有我们佳慧二姐的挂嘴挂情境，在好听的沉稳或哀伤台语歌中间穿插，不是长官，我为什么看完你这句话，我突然想擤鼻涕？你等我一下。
对不起，大病初愈，还是有一点鼻涕。我看完这句话，不晓得为什么就流鼻涕。我看完长官打的那句话，好像就流鼻涕。什么这才迪卡台的醍醐味？反正爸爸就给我 no 胖，我有什么办法？3.0被画的这么漂亮，可是一件内裤都不给我。我觉得这个梗子还蛮好玩的。一直抱怨爸爸不给我内裤，我看可以玩到什么时候？他是卡的马吉卡，太感动了吗？不是感动就流鼻涕啊，流鼻涕啊！哦，真的吗？地狱生存者，气温要回升了是吗？啊，それが確かに助かるわ。哦，总算，因为我发现我最近的气管，因为这一次真的是重感冒之后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温差太大，我就觉得我的喉咙品质就是会变得很杂这样子。我没有感动啊，我在擤鼻涕。醍醐味龟甲丸啊，不是大燃烧神教你这样让我看到龟甲丸，我真的会受不了，会让我想到阿令的一首歌，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这样子挑战我的开关，不要这样子。曼黛玛莲的可以吗？可以，我就穿曼黛玛啊！不是，我干嘛跟你们讲我穿曼黛玛莲？流氓，你想下去吗？这一定要爸爸用心良苦，爸爸的用心良苦。爸爸的用心良苦就是 no 胖吗？小心爸爸下次连泳衣都不给你。不是，爸爸猪猪最棒了，不是吗？猪猪最棒了，应该值得一件就好，一件就好，真的一件就好，爸爸。猪猪这么棒，难道不值得一件胖刺吗？可是我觉得爸爸一定会回我说：“猪猪，你就是 no 胖。”我跟你讲，爸爸他真的每次都露出人畜无害的表情，然后说一些很爆炸性的话，自爆。看到龟脚腕，不是大燃烧神教你这么了解我，这样可以吗？你这么了解我，是不是差不多要加高阶会员了？可恶！我们这高阶会员3200比600便宜哈，要考虑一下。猪猪最棒了，什么叫我最棒了值得 no 胖？因为我很棒，所以值得 no 胖吗？今天猪猪老婆自爆好多，有吗？不过就是 no 胖啊，就是 no 胖而已嘛，对不对？不是啦，曼黛玛莲是我旧观众早就知道了啦，真的啦。和你不说龟甲万，那万加上哦，可以，你要龟甲兔或者是兔加香都可以啦，和你。这个很好玩哦，或者你要龟甲睡加香。对不起，我笑点很低。对啊，我的抱枕套有趴嘛，对不对，宝贝？至少10件。你在抱怨小新老师给你 OK 绷？不要，怎么可以 OK 绷在那边？这样子太鬼畜了，这样是狼妇，你知道吗？不可能啊，爸爸不可能只有给我 OK 绷啊，开玩笑。我们家爸爸顶多给我 no 胖那样的。他不会让女儿感受到任何的奇奇怪怪什么 OK 绷那种奇怪的疼痛感，他只会让女儿享受 no 胖。等一下，我觉得话题逐渐母汤，我不准你们再挂嘴挂亲亲，我快点换，我们换个话题。我们这首歌非常的哀伤。我记得我们上周五在啪啪台不是很欢乐的吗？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回到我的台语歌回还是有办法歪成这样？我今天台语歌其实基本上已经很正常了，为什么还有办法歪成这样？只是直播，等一下 ，Case 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回来可以吗？等一下，空气卡特，没有啦，都是你们，我的话题逐渐哑呗，我不要理你们了啦，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要找回我今天唱歌的哀伤感，就如同我的 no 胖一样哀伤。等一下，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喜欢 no 胖这个话题，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止住啊？止住在什么健身？所以 no 胖，等一下，我是在健身没错，可是我健身我一样可以有胖啊，PKC 搞不好胖是只有里面是 OK 绷，然后胖才可以脱。等一下，
我跟你讲，你们如果说服得了我们 LF 爸爸，我跟你讲，我没意见。你们说服得了他，只给我一片 OK 绷 ，OK 我认了好吗？代表爸爸很疼你们嘛，对不对 ？OK 我认了，只要那片 OK 绷可以再帮我加上一些香菜、猪脚、嘎鸡、德亚的元素 ，OK 我贴可以吗？只要你们一句话，爸爸 OK， 我就 OK。只是当下撕下来那个感觉，就如同这首歌一样，超痛啊！你们有种去委托啊，看爸爸 O 不 OK 啊？真的啊，嘎鸡德亚猪脚香菜形态的 OK 泵，你们有种委托爸爸啊！完蛋了，我觉得我要被弄了。朱迪卡，你可以不要每次都那么爱立奇吗？啊，完蛋了！哎呦，我嗨呀喽！我真正嗨呀！不是，我们回归到这首歌啊，我上个礼拜跟帕帕唱很好听的呢。我跟帕帕唱多感动啊！可恶！你们可以正常一点吗？昨夜残风上心雨。不对，我上礼拜不是跟帕帕唱这首歌哦，另外一首啦。我心做，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断肠时该注意，一日一日啊，所爱比三分醉，七分痴，十分相思啊，梦中见。梦破碎，一片一片啊，寄予你。你无爱，我离开，此情绵绵啊，无了时。都你们一直 no 趴啦！这么棒的一首歌，害我分心了啦！你们去啊，你们去求啊，你们去委托啊，你们去啊，面圣们，你们委啊，来呀，看谁先死啊！完蛋！断肠时该注意，一日一日啊，所爱比三分醉，七分痴，十分相思啊，梦中见。昨夜残风上心雨，今日秋味我心中。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昨夜残风上心雨，今日秋味我心中。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
我这首歌啊，常跟空笑梦才对，空笑梦对。我短短时点来刚才空笑梦，搞错怎么讲？好，不管，又忘记怎么讲。就是这两首歌我常搞混，所以我上礼拜我是跟帕帕一起合唱《空笑梦》才对。对，今天也有的样子，应该有放进歌单里啊。这两首歌我觉得它的怎么讲都是很沧桑的那种沧桑感，所以常搞错。感谢大伙让我有图看，求求你，我在那边装萌新。各位没先听到猪猪说的，咱们去求爸爸，你们求啊，你们求啊。你的要求好奇怪，贴过墙才 OK 吧？我没有贴过，我就是没贴过，我才好奇怎样。对，我们都 no 棒，你要确定。爱燃烧混血，谢谢。然后啊，林小璐，全是感情吗？我们唱二姐的歌一定要放感情啊。好，福蜜，别乱插旗比较好。这几天那个老公天下第一计划好像就是自己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有某些爱插旗的 V 才会促成就是相爱相杀的环节，你们知道吗？不是啊，你各位不是低得很开心吗？是不是？你们就不要激我们哦，不要激哦。偏偏我觉得我还蛮好激，我超好激的。没有香菜 OK 绷，我没有用过好吗？感谢到网友贴 OK 绷猪猪看，不知道我们年综合之前，等一下。你们可以不要委托这种奇怪的东西吗？我才刚3.0公开出来，我的3.0不够漂亮吗？我的3.0不够美吗？难道我的3.0已经压不过去我的香菜、猪脚、嘎吱等一下 OK 绷吗？你们就只想看我的那边？难道我的脸不够漂亮吗？你们还说你口口声声爱我，结果呢？你们就只爱 OK 绷。我今天真的没有情了，对，你们可以不要逼我。我们快点来唱歌可以吗？唯独大佬一老在，不是吧？我的3.0才刚公开，你们到底不是？不会的，不会这么快的，对不对？好，亲爱的，对，下一首歌我们可以回到正题，我们回到我们上个礼拜我跟爸爸合唱非常开心的《空笑梦》，好不好？爱你们是太肤浅。等一下，你们爱好，你们爱脸肤浅，难道你们爱 OK 绷就不肤浅吗？你们爱那个部位的 OK 绷，难道就不肤浅吗？你们可以不要道貌岸然的说干话吗？你们爱的是 no 胖，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老实？可恶！这发音好像越来越母汤。什么我乐得很顺？不是，有些情乐其实。就是你会不见得你要做，懂吗？有些东西其实知道怎么做，可是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像我或许知道怎么勒，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的东西就是没办法。对，我今天很会勒，我知道，因为我昨天其实很压抑，有些东西想讲，可是又觉得不对，不太对。好啦，补给你们，因为我每次其实情勒台我真的都很紧张，会变成要勒不勒，是因为我不喜欢情勒，我本身情勒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跟人家相处的一个大地雷，我很不喜欢，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在这个情境下，我要跟你们情勒，我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机械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那是爱内在美。你们也可以爱我现在的内在美 no 胖啊，对不对？然后翡翠柠檬爱基地 Eric。我们爱的是猪猪整体，不，你们爱的不是我整体，你们就只爱我的 no 胖。我在想，干脆你们把那个 OK 绷委托出来之后，我从此以后就只用那个 OK 绷跟你们配信，不就好了吗？我的脸什么的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就只爱 OK 绷，我的脸一点都不重要。今天真的好顺哦。原来昨天只是情勒练习台，今天才是真正的情勒台，这样。猪脚形状的 OK 绷吗？对啊，你们可以把猪脚上面放还有 NC 啊、嘎叽等样的装饰啊，对不对？拍卖 OK 绷，不要造谣可以吗？造谣。你手反而才不会勒出来。其实幸运五叶草疗伤效果更好，是吗？好了，我可以正常的唱歌了吗？我要正常的唱歌，你们可以不要逼我讲奇怪的话吗？
哎啊，打错字了，打错字了。对啊，我今天还蛮精明干练的啊。我的台语歌基本上可以呈现精明干练的一面吧？是吧？是吧？我的精明干练在这里啊，对不对？比起 No 胖，我知道你们各位都是为了我的精明干练而来的，一定是，绝对是，绝对是，我相信我自己。你在把什么？你在把什么？你在把什么？把你的把收起来！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本台跟知名干练一定有关系啊！你看我下面的贴图，14个还15个知名干练了，是不是证明我绝对是知名干练的啊？不用怀疑，这只猪很精明干练的，你相信我，绝对是精明干练，好吗？不用怀疑，对，这首歌很经典哦。你们在怀疑什么？怀疑什么？不用怀疑。为你啊的形影，为什么我都听到奇怪的声音？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我不知道我到底还是楼上在装潢啊！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人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你看破，命是寂寞，你看破。我不晓得我们家到底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窗边听到那种又来了，装潢吗？叽叽嘎嘎的声音，
只是怎么会在我等一下外墙在翻修是吗？等一下，虽然说还蛮微弱的，你们有听到吗？啊，水灵弟，谢谢你过来，对不对？叽叽嘎嘎的，可以不要这样吗？我难得我的喉咙好不容易恢复了，我大病初愈，让我唱一些歌，你在叽叽嘎嘎什么？应该是装潢的声音吧？哇，很走心哎！啊，游戏，欢迎你过来。我想说，我这首歌其实很想要，就是屏气凝神的把一些沧桑的一些情绪酝酿一下。不过他就这样叽叽嘎嘎，让我好走心哦。哦，毛毛在抓嘛，毛毛在抓，声音很可爱。24号在爬围墙，等一下，竹子，你可以不要就是都默默的讲一些很惊悚的话吗？你坐在旁边默默潜水，然后再趁机讲一些很惊悚的话啊！晴天，谢谢你过来，替力昂。24号昨天真的是有够晕的，到底怎么了？然后 Jenny 谢谢降落，游戏谢谢你过来，然后竹尾你也来了，竹尾，我跟你讲，对不起，我时间真的是太鬼畜了，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多东西好像都赶不上时间，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的开台时间真的是很难配合，我很抱歉。竹尾，谢谢你来，你最近很忙哦。啊，新月，谢谢你过来。对啊，可以不要讲些很惊悚的话吗？大家敲开我家窗户大门还是怎样？不好意思，刚刚装潢的声音好像有打扰到大家。然后游戏，好久不见，最近大家都好吗？天气冷了，大家好好保重身体。然后燕琪、安安，然后阿飘。不要这样，阿飘假装没听到。护身符有啊，我一直有护身符。可是不会啦，我们才刚过完圣诞节，不会有这种东西吧？不会啦。竹尾也要加嘛？竹尾你要加什么嘛？要尾牙了，竹尾最近可能更忙，时不时就要尾牙，就要竹尾加嘛。就是竹尾那鼻子很痒，每次都要被 Q 出来加码。竹尾2个字超好用，竹尾加码这样，然后竹尾就打喷嚏，这样又是我。竹尾啊，谢谢你加入第7个月猪仔专业呢，竹尾。哦，竹尾最近一定忙爆了哈，竹尾你身体要好好的照顾啦哈。感觉虽然说竹尾感觉应该也很健康哈，真的不要太累。WT， 谢谢你的降落。24老撬开了门，结果说着我心心念念的其实是邮件。OK， 普天同庆啊！说真的，他如果今天跟我讲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哇靠，普天同庆啊！我愿意出女儿愿意就是尽我的孝心。好，不要说我不够中肯吗？好，不要说我做人不够中肯吗？这个词是什么？不要说我做人不够，算了，不要说我做人不够把给做人家女儿一桌12000可以吗？席开50桌，一桌12000。不对，怎么想都亏爆啊！大高雄工艺国应该不用到12000啊，席开9999，应该就有小盒的哈根达斯可以让你们带回家。我是认真的，小盒的哈根达斯，席开9999一桌，应该可以。我觉得我还蛮擅长经营这个东西的哈。加5嘛是谢谢田公子，你也在恢复中吗？最近很多人感冒，你们真的都要好好注意身体。什么装潢的声音，你只听到有人用什么粉笔摩擦黑板，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对，不要说我做人不够厚道，是这样子吗？阿飘照片不妨不要啦，不要，我很怕那个东西，不要，所以要改名叫做儿子。可以啊，如果他真的有办法讨我妈欢心，真的变成了我妈的另一半，就叫啊，不然怎么办？我又能怎样？对不对 ？VHAC 来噻，是，我是精明干练的，你刷对了，没有错。把米糕还给你，可以啊。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其实真的席开9999，很像就可以吃很好了，真的。尤姐多了很多第二春，你们都是我尤姐的第二春，好不好？你各位都是我妈第二春，这样。下午伊拉塞，阿里花酱伊拉塞，谢谢你过来听歌哈。
不要啦，我真的很怕那种东西，不要不要，我要回归我们唱歌，我们今天是很正常的配型，没有什么奇怪的 no 胖啊，没有什么那个奇怪的，就是有的没的什么装潢啊，有啦，有装潢的声音啦，我很抱歉，不晓得为什么唐突装潢了这样。谢谢你们，非常非常感谢佑熙的降落，谢谢你们特别过来听歌。如果你们喜欢台语歌的话，不妨订阅迪卡追踪迪卡，因为我很喜欢推广台语歌。但是我的台语袂练转，我的台语真正是袂练转。不过呢，我就拍拼讲咯，嘿啊，能讲尽量讲咯。好啦，下一首歌《无言花》。来吧。你为什么每次都在我要唱歌的时候开始装潢？你是故意的吗？屡试不爽你刚刚不装潢，现在在装潢什么啦？都这样，那个 Kiki 刚刚的声音真的很诡异耶。今夜冷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希望。你敢有听见花声落朵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落朵破碎？是啥人的心肝？原来我楼上租黑粉，不是，不管是黑粉白粉都好啦，你们下来好好谈不好吗？对啊，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最喜欢促膝长谈了，好不好？师傅是打勾，这戳到我笑点。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希望。你敢有听见花声落朵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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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宴会，盐水的盐，盐水好食哦。盐水就是我头壳顶的盐水啦，我头壳顶真正有盐水啊。我的头上的那个贝雷帽上面真的是香菜的图样哦，有没有？爸爸超贵妇神功的，请他吃墨鱼炒米粉吗？好吃啊，墨鱼炒米粉感觉很贵，好不好？为什么要请他吃？我自己吃，这么贵的东西我自己先吃。朱熹长谈，让朱熹长谈。谢谢无言花，很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萧敬腾好像也有翻唱过《无言花》这首歌。好，喝水水。我现在不唱了，你又不打 call 了，是怎样？我唱歌你才要开始打 call 是吗？不知道是不是墙外在翻修还是怎样？因为这个声音听起来还蛮诡异的，怎么不是从楼上传来，是从我的窗外传来，是超级神奇。哦，香菜加肉燥饭、牛肉丸汤好这些东西都很棒。有点饿了，我等下唱一唱又要去觅食了。嘿，雪玲姐的弟弟有看到你，好，谢谢你。然后，好，来到了我们这首今天被点播安插进来的歌曲，但是就只能被点播一首，我很抱歉。因为我的唱歌老师一直就是千叮咛万交代，朱蒂卡，你再给我唱超过20首，我跟你拼命。老师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我反省好不好？好啦，可能也声音刚恢复啦，我也不会太勉强我自己啦哈。嘿呀，这个天气很适合吃小火锅嘿呀，伊要跟我拼命呢，你讲怎样？就恐怖，我恐怖就恐怖安尼。这个梗是我哥很喜欢的梗，这样。庄长师傅在楼上大喊：“猪脚酱，猪脚酱！”如果他用大喊的话还没有关系，但是他那种就是一定要我把卡拉 OK 按下去，然后才开始打扣这个方式，其实我就觉得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们有话好好说不好吗？OK， 来吧。哎呦，有点大声了。烦，いらっしゃい。千江水，千江河，千里旁，稍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换一下，我看一下这一版的。好不好？等我进来哦。好，这一版应该比较 OK。不好意思，我唐图换一下哦。千江水，千江河，千里旁，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话，万里声，万里唱，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遥行。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假笑，什么款的枭雄，比阮战马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我你也拢受遍。情归情，浪子的团线，如今拢缘在起。情归情，浪子的团线，如今拢缘在起。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烦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喝。缘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暖如冷的心头，做为你保水，冷又将地位。
伴奏变大声了。千江水，千江花，千里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上水。万里话，万里声，万里唱，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了行。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假设，什么款的枭雄，比阮千那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快我你也拢受美。情为情，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情为情，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缓缓缓缓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压。缘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恋恋恋，女人的心豆腐做，为你保水人又占地位。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缓缓缓缓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压。缘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恋恋恋，女人的心豆腐做，为你保水人又占地位。诺诺，谢谢你的帮忙，感谢感谢，太感谢了。对，猪猪姐姐大便初愈，然后压了好多工作讯息没有回，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些东西，然后忙不过来，快点请诺诺帮忙，谢谢，真是帮了姐姐大忙。哎，英雪谢谢，然后1314谢谢谢谢你们，玉林伊拉塞阿元伊拉塞应该都打到招呼了哈。小事吗？诺诺，你真的是不只是我的设备小能手，真的是各方面小能手啊！诺诺，姐姐要是失去了你该怎么办？姐姐要是失去了你，跟变跟残废一样。真的啦，诺诺，不止诺诺，就最近真的受到大家很多帮忙。对啊，特别是12月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然后真的怎么也不是感慨，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跟你们比起来，真的是还蛮废的。因为我时间总是不够用，然后会的东西其实没有像你们这么多，然后真的受到大家很多的帮忙。哎，你们怎么都这么专情呢？你们怎么都这么专情愿意留在这边？哎，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可恶，就是因为太幸运了。对，所以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回哪里记？谢谢大家，又没什么关联，这样，谢谢你们啦！哎呀，很多的感谢，就是谢不完了，对呀，还要跟你们庆祝手癌耶，很多的规划，很多未来的一些排程嘛，都希望可以继续再跟大家好好的、慢慢的。一起走。对啊，然后常常有很多观众说很担心 V 会毕业嘛，那我也常讲说，其实我们更担心观众毕业啊。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好好的把自己生活照顾好，然后大家都是，猪猪也是。那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其实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更希望就是我的身体其实
真的可以健健康康的陪大家很久很久。可是即使我现在朝9晚5的生活作息，我还是感冒了，好挫折。我上礼拜真的还蛮挫折的，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维持健康步调，好难哦。可是就是因为很难，才要每天的努力的去维持吧。就是因为很难才要维持住啊，难道要因为很难然后就放弃吗？很可惜啊，对不对？连包装都要比学，对，都要比学比下去。没错，就是这样子。对，胡小姐，你来跟我抢饭碗的，你直接说好不好？我昨天看到大家送我的礼物啊，哇靠！其中有一位，虽然说我们称她为胡小姐，可是她那个包装，哇靠！比老娘每个月3200的包装还华丽，真想你跟我抢饭碗是吗？哈，是怎样？在跟我呛虾是吗？跟我尬广是吗？哈，感冒中，怎么这样子？胡小姐你怎么也感冒了？好啦，很专情的哈。走天堂路我可以不要吗？学姐被业力反弹，你看哈，你在欺负我嘛？在欺负我嘛？感冒了嘛？感冒了嘛？哈。哎呦，学姐，你怎么也感冒了啦？伤脑筋！你在欺负我啊？你在欺负我嘛？手爱台嘛？150张嘛？很开心嘛？你在欺负我啊？现在咳得很严重吗？肚子痛吗？喉咙痛吗？头晕目眩吗？享受吧！我好坏哦！好，伊拉塞。因为你是在咳嗽一直没好，被猪猪诅咒嘛。好了，我的怨念很深啊，好不好？台面上说感谢你们，每天你们诅咒你们，可恶，这面线气死我！被你们发现了，杰出的台主，杰出的观众也很合理啊。哎呀，你讲的真好！真的，我认真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厉害，所以我才说我是扫厕所的，在他们面前，我每个都比我厉害，我愿意充当他们扫厕所的清洁工。真的啊，他们真的每个都比我厉害啊！肯定好给我看。好啦，我相信你们的复原能力啦，还要快好，真的要快好，好不好？然后左选凯洛吗？欢迎你们哦！伊木拉桑，你可以不要跟我抢位置吗？你可以不要跟我抢位置吗？我御用美编呢，垃圾倒什么倒？给我倒就好。不准到。我们这次2周年的那个 DM 也是很麻烦伊木拉桑哈，谢谢你们。来，接下来这首歌，我超级喜欢这首歌，超爱。那日起，虽然去，搁开紧，无共时，雨若落大，随不去，孤花已经无共味，恨你不知。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时，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阮撇交予你。世间冷暖。
第二贤者贤祥，然后阿克达，谢谢你们过来。这是大病初愈的猪猪哦，这是大病初愈。声音单纯天，不愿青春通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时。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寒冬也会变春天。杰卡伊拉塞，为什么会听成大便出狱？出狱好吗？梁董，你最近空耳有点严重，我妹是大便出狱，还是说梁董你其实才刚刚大便出狱？你可以不要讲出来，你可以不要讲出来。台语歌真的好多哦，没有啦，什么大便出狱？怎么时间过这么快？4:40了。我喝个水，在外面居然拿大便，不是全省的保雅不是都很好上厕所吗？听说即使你不想上厕所，你一进去哇，就突然想上了，不是吗？我没有要你在路边，可以吗？我们是个文明人，我们可以不要在路边啊，对不对？嘿，对，路边就母汤好，不要这样。好啦，我们继续哦。而且我现在喉咙开始有一点痒痒的，想咳嗽了。果然还是不能太勉强自己。来，这首是我最近突然察觉，我怎么会忘记唱这首歌，也是我小时候的儿时回忆。而且前阵子在学这首歌也很挫折，因为它有一些台语发音，很像跟我们平常讲的那个发音不太一样。对啊，保雅真的是个好地方啊，是不是？不要把每次都去保雅上厕所这件事说出来。不是啊，不是，这不只是我的经验，这是你各位台湾人普遍大家去逛保雅都有机会遇到的经验，可以吗？今天话题很跳跃，我也这么觉得。不要逼我，又跳痛起来。Ellen 在路边抓小萝莉。珠子，你真的很会抓话题，能迫害就迫害，你是不是不会是迫害亲卫队队长？
你说那个都跟踪谁才知道这件事情？周边都没人，知道的太多了。好，我闭嘴，闭嘴，大家都闭嘴，好不好？这首歌也是我从小听妈妈唱，然后前阵子突然发现，这首歌很像会，然后就快点把前面恶补，就前面好难念，前面有些发音很挫折张惠的《异界人生》乐队节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双双死死，将啥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浮浮沉沉的改人生，年年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那对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去，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对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双双死死，将啥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浮浮沉沉的改人生，年年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这个人心酸的滋味。这个中之人是二姐，不可能的，二姐她去开钢弹了。这个中之人就是朱蒂卡，没有任何的二姐存在。你们知道二姐去开钢弹了吗？没有任何的二姐在这里，不用担心。浮浮沉沉的改人生，年年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这个人心酸的滋味。二姐退休当 VTuber， 而且退休，我跟你讲，二姐退休当 VTuber， 现在马上100万订阅，好不好？什么二姐大阵风？对啦，我就不是二姐啦，我就不是二姐那么知名概念，可以吗？我就真的不是二姐嘛，怎样？我就没有像二姐这么知名概念可以去开钢弹，我就只能 no 胖。刚刚带来的歌曲是张惠二姐的《异界人生》，谢谢大家。二姐封麦后转身为 VTuber 那档事，哇，好轻小说，那才是二姐的真面目。什么？这个才是二姐的真面目？可以不要这样吗？风评迫害。然后雪珍，我有看到你的赞助，雪珍没有事，谢谢你。我刚刚原本想要就是中间回应你一下，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找不到缝隙可以回应你。没有事，我刚刚很像看到你说你感冒，对不对？没有事啦，因为雪珍也是我勒不下去的其中一位总裁，我到底要怎么勒？防御力很高的总裁
就是有我们尊贵的珠子，尊贵的 Puerto Rico 大哥。然后雪珍是因为很温和啊，他也没有破坏过猪猪啊，我到底要勒什么？然后广义也是很温和的总裁，就这一类的总裁基本上勒不下去啊。然后珠子跟Puerto Rico大哥虽然说他很皮，可是他们防御力太高了，我没办法，我找不到任何的空隙可以勒他们，总觉得我会被欺负回来，所以昨天我也勒不下去。好，雪珍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然后昨天错过了，我也重感冒，没有关系，猪猪也是大病初愈，我今天难得总算可以唱歌了。在那之前，即使到了昨天，我也是时不时一直想咳嗽。我是到了今天，总算真的有那种总算大病初愈的感觉。可是我现在喉咙其实还是可能没有办法唱太久，对，因为我现在开始气管又开始敏感了，可能是又开始有点降温了吧，因为晚上要到了。猪猪可以当彭姐，我就不能当精明干练姐吗？いちかちゃん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今日は台湾語の歌枠。台湾語わかっていますか？台湾語わかる？台湾の台湾語めちゃくちゃ難しいけど、でも台湾語の曲は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ですよ，我すすめです。然后坂田银18啦，还能当3姐。等一下，二姐，我知道他们家有很多小朋友，我知道他们家好像有很多小朋友，可是我对于3姐不熟，还可以当3姐这样。FC 变成你们知道太多了，no 胖又怎样？你也是很温和。好，他ว่า你真的算温和，只是你是坏掉了，温和的坏掉。精明干练是啥？就是好像有啦，我下面的很多贴图都有精明干练啊。又开始想咳嗽，代表今天快唱到极限，差不多了。我会乖的，我大概再3首好不好？再3首可以吗？我好想再多唱一些，可以再3首吗？我懂你的感受，身为高雄人，像呼吸道干干痒痒的。对，而且我觉得高雄的空气品质真的很差，也因为高雄的空品真的不好，所以真的呼吸道真的好难养，好难顾哦。想看精明概念，你会看这台吗？造谣，你讲的对又很像不对，我真的很想让你上上下下我应该好好的置顶你的留言，然后再让你下去，让你尝一下什么叫做上上下下，本频道的上上下下。同感，是燕琪高雄人真的精明甘霖只存在贴图。对啦，你们说的都对啦，我不用理你们了，我要把我的喉咙留给下一首歌。你们就要这样对我心狠手辣？你们就要对我心狠手辣，这样对吗？我每次都没有办法狠下心对你们做狠事，不管是力气还是以是朱总裁的饼干回馈、猪脚回馈，我很想心狠手辣的，我很想的，但是哪一次不是放过你们？哪一次我不是心软了？哪一次？我好可爱哦！我这个表情真的很可爱耶，我真的他妈超可爱！我昨天就是用这个表情请了你们，对吧？我今天这样真正看到了我的表情，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耶！你们昨天真的有晕眩的感觉吗？我昨天难得喝酒，然后真的也很快就有点晕，然后很快就会觉得很热，然后其实我目光其实是有点涣散的，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到大概是感受到什么，因为我也还没有空去看回放。对，应该是我不想去看回放，打死我都不想去看回放。这首歌叫做《老娘》，超他妈可爱！你哪次不可爱？对啊，我每次都对我敌人心软，然后每次都被心狠手辣回来。迪奥伊拉塞，难怪昨天请了酒反效果。我没有一次情乐乐得过他们啦，我真的乐不下去。德罗伊拉塞，用这个表情书记很可爱，好冲突。真的很可爱
我这个表情其实真的是单纯就是为了我很多首歌曲要酝酿一些比较哀伤的情绪，例如这首歌也很适合这种表情。结果爸爸真的是神来一笔耶！他建模好之后跟我讲说，刚好是建模好完，然后很像我刚好1-2个礼拜之后就要请了台了，然后爸爸就说：“猪猪，你可以用这个表情去请了。”哇！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个表情还可以拿来请了。好啦，爸爸不愧是爸爸，爸爸真的是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但是永远是那只心思最细腻的青蛙，好不好？爸爸，我们家爸爸超可爱的，心狠手辣。不要说自己可爱会太可爱。好，真的啦，我觉得这个表情真的 GJ。好啦，你们昨天玩的开心比较重要啦。来吧，心狠手辣的你们，献给你各位，因为这群面线心狠手辣。哎，等一下，我用错伴奏了，不好意思，这个才对。好啦，谢谢 Leo。我会注意的。好，这首歌叫《老娘超他妈可爱》，献给各位老娘超他妈可爱。谁的歌啊？谁呀？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为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叫我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如今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为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叫我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
轻大，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酒泉如今变无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大，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真的，最后2首了，我要放过我的喉咙了。他开始在跟我抗议了，我感觉出来，我一直想要咳嗽了。太赞了，很居然没唱错发音。哎，BB，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以为是心怀唱热，啊，结果我去听迄二姐伊唱的是心胸唱热，所以我特别记下来。当时还在跟观众讨论，应该是心胸唱热还是心怀唱热，结果是心胸唱热安尼。对，我的喉咙开始在抗议了啊！伊在抗议啊啦！你莫阁唱啊啦，朱迪卡，你给我点点，你莫阁唱啊！我不爱的，我搁要唱。好啦，一连带来了好多首二姐的歌，来，我最后2首我们来切换一下主唱吧。好，来吧，我们来切换一下，我们以琳姐哈，以琳姐，零星的歌。我的初配信其中一条台语歌曲就是《零星的歌》，是啊，这首歌一直都很喜欢，很喜欢。人生的歌，没有啦，傲虎，我其实今天准备了很多首啦，我其实也有在准备哪一天可以那个台语半白，但是我现在的喉咙状况不允许我这么做，对，我要乖乖的，所以我的半白，我觉得等到我喉咙状况恢复到100%完全康复之后再来玩这样子，希望我的1月7号前后的2周年，我的喉咙状况其实可以恢复到之前的状况了，因为毕竟那一周真的会很忙，就除了很多很多被大家就是解锁的一些活动，然后还要 3.0 回顾 2.0 回顾 1.0 初配信，好老舍，然后还要守癌台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周边公开巴拉巴拉的，好期待好期待！我们真的要一路庆祝到过年了耶，我真的是要一路忙到过年，然后才会稍微有小小的小年假吧。然后小年假因为出去玩很贵，所以应该高几率也不会出去玩。妈妈你来呀、因就修理的呢，因拢讲因就爱有姐啦，真的假啦？因无咧好笑，因讲真是的啦，真的吗？嘿啦。今晚有上迪呀！我就这人哎，我们欢迎有姐，我的妈妈来了。大家好，大家好。庆法月魔，昨天圣诞节对不对？对呀。你们过得开心吗？哦，他们超开心的，可恶！真的，你们都去哪里吃大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大餐呢？真的、哦。对啊，你们昨天有吃大餐吗？应该有吧，都去约会了哈。都偷偷跟你们老公约会哈。老公约会，老公跟老公约会。怎么这么奇怪的？因为他们都说他们单身狗，他们都说他们交不到女朋友。我说那你们自己去跟你们老公约会，你们旁边很多男生成为你们的老公。怎么会？
家安安。安安，窗户有没有什么？24在吗？我也不知道，好恐怖哦。什么？什么？很难以理解，这个对叫什么窗户？没有是圣诞老公公吗？对对对，应该是圣诞老公公。对对对对，真的不知道怎么从何解释。啊，你要出门吗？你的图变了，我的图吗？啊，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啊。我我看不出来。我有水无？恁早刚刚有水？有啊有做水的吗？对啊你看我的头章，不过头张就是啊，怎么嘴巴那边嘴巴那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吗？有吗？有啊，在恭维。来讲话的时阵吼，有淡薄啊，怪怪。淡薄怪怪刚安呢？好啦，这怪怪刚安呢？那是我喙齿啦，那是我喙齿啦。好啦，你们都还没有下班哦？因拢是头家啦，因全部拢头家啦，唔免下班啦。没啦，都是头家啊。嘿啦，因拢头家啦，嘿那啦，就好了。嘿啦，唔免下班啦，自己可以做主，嘿啦，太好了。嘿啦，对对，好诶，安尼好啊，恁慢慢来讲啊。好啦，慢慢讲啦吼讲。到几点啦？我差不多啊啦，哈，搁2首歌啦，要有歌哦。嘿啦，差不多啊啦安尼。我莫甲你交了。哎，袂啦，我莫甲你打扰。那安尼讲啦，今日是台语台哦。嘿啦台语台啦。大家拢讲台语的吗？是我家己，是我家己尔啦，了解什么？今天什么还是可以上班啦，很透彻哦，而且观察的很透彻。嘿嘿，他观察得很透彻的台语安那讲，观察到就安那，足透彻，就是看到足清楚的。就清楚的啦，系啊，是不是？我敢讲唔对？应该是吧？有人要甲我，无，这就是你台语上好，嘿，这你讲对就是对。上次唔是有一个 Alan 还是啥？啊呵 ，Alan，你要跟我妈尬广，你完蛋了你。他是不是我妈记得你了。？Alan 是不是？哎啦，Alan 的台语真，嘿，就好诶，就好诶啊。嘿，伊拢讲我台语袂认真。嘿，台语就好诶吗？嘿，伊台语真正就好诶。咱会当一直讲台语的就对啊。对，应该是啦。什么面线？紧唱，好啦，紧唱的，得当下课啊。好啦，莫个练骚话啦，紧来唱啦哦。无一个正经的，我要唱林星的歌啦。林星的歌哦。嘿啦。你点的哈？啊，我家己点的。你家己点啊？翁丽哦，要唱坚持哦。无啦，翁丽哦，迄歌爸爸遮的啦，我袂晓。坚持哦，坚持。嘿。林刚因啊，嘿。台语歌吼，我较来练啦。好啦，来啦。好啦，交互你啦吼。我较来练啦。嘿啊，阮妈就搞诶。但是，咱咧唱起来开口就是无同。啊，妈妈较有开口。嘿，妈妈较有开口。好啦，我赶紧来唱诶，我来休困啦。好，妈妈拜拜。拜拜。好，再麻烦你啊吼。我要写时间。没啥时间哦。这交互伊就好啊。嘿啊，好啊，吼。我们很日常，就很像在走厨房一样。好啦，来我们人生的歌哦。好，来。我妈妈很可爱，她时不时会突然进来跟大家打招呼哈。我的台的观众基本上都已经习惯了哈。对。无啦，那我靠你气象啊！无啊，2000万都准备好啊！你气象啥货啦？有人准备好，无甲我讲。哎，我唔知是啥有准备好。我白讲。好啦。好啦，这样冷笑诶。个起价安尼哦，怎么样？阿翠要准备好啊？等下，错评啊！阿翠准备好应该毋是我食诶。好啊，莫个冷笑话啊啦，来李星的歌，来吹落去。
我最后2首歌，我是不是我要呈现我精明干练的一面吗？卡斯，你问我，人生是为着啥？我会讲为着3顿，为着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美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着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出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写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着别人在活。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他娃娃，你这个锅给我扛起来！我这首歌原本要好好的唱的。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这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这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偌痛。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这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这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偌痛。这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
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大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因为你嘛知，咱永远为着别人在活。我中段总算平安的把我的情绪收回来，很坏。我看到认真就输了还敢偷看，我就是喜欢偷看你们怎样，我就喜欢看着你们，这样不可以吗？我喜欢看着我们家的面线，不行吗？不行吗？难道你们要我看着别人是吗？你们那么抖是吗？哪一天我不看你们了？哪一天我不看你们了？就是你们要的吗？不是啊，我不是要跟你们讲这个啦。我说那个旁白从出配信开始就没有成功过啊，这真是太过分了。即使这真的是事实，你可以不用讲出来的好吗？你今天是欠下小黑屋吗？给你看，给你看。哎，吴嘎嘎，来一首辣妹驾到。没有，我们今天真的是，我的喉咙在跟我抗议了。我的喉咙在跟我抗议，你要什么东西要上天？什么东西啦？来了，再一首，最后一首喉咙，对不起，我贪嘴，最后一首好不好？因为我很像很久没唱这首歌了。讲到以前以琳姐的人生的歌，怎么可以不要 cue 到这首《玻璃的金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西装，谢谢我嘎嘎，阿里嘎多。只是想要勉励你的一句，你最好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奇怪的声音？就连外面的那个防盗系统，你们有听到吗？为什么今天我们家外面这么热闹？哎，谢谢安影 BB。台语 VTuber 歌后就是你啦，目前没有人可以超越你的感觉。哇靠，真的假的啦？哇靠，真的吗？没有关系，即使只是你们一时的专情，我也会默默收在我心里面的。你们不要这句话复制贴上在下一个 V， 因为等一下我就要即将降落到下一个老婆那边去了。哎，复制贴上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大滴滴。光明正大看，不用偷看，什么啦？哎，烂橘子，以为是倒车的声音吗？好啦，最后一首歌真的，哎，对，复制贴上给下一个 B 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会这样子哦。你不说不是没想到复制贴上，这样不就被你们发现我每次都复制贴上在不同给老婆吗？对，好渣哦，这样。开玩笑，你们的心情我都懂啦，我也是个大弟弟啊，对不对？好，盛红，谢谢你回来。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我才唱到一半而已。台语歌太多想唱的，只是我的喉咙在抗议了，而且也快要5点半了，我觉得差不多了，真的最后一首了。会唱台语歌不见得你溜，会台语的不见得会唱台语歌。是的，猪猪也是这样被你们一个，你不要讲出来。都是提嘎教的好，粉随推是这样用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不过就是为了揣摩你们大弟弟的心情啊，是不是？知己知彼，我才能百战百胜。我要了解你们，我才知道怎么留住你们嘛。所以变成大弟弟也是为了我的工作啊，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但是不得不说，第一台真的很舒压。不是啊，你们看每个老婆的属性，就是这个老婆是温柔型的啊，下一个老婆是泼辣型的，再下一个老婆她是可爱型的，每一个老婆都很香，真的很舒压哎。好了，我的秘密被你们知道了，所以啦，你们的心情我都懂了，好不好？对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收起来就好，对，好不好？各位大弟弟们，你们的专情就如同我的专情一样，你们此时此刻的专情我都懂了，好不好？
OK 啦，我们是麻吉哥们，对不对？好，我们的秘密彼此保存就好了，不需要互相伤害了。对，说这种，好啦，我知道也是有一些专情于猪猪的啦，可以啦，好不好？就我最花心啦，可以吗？就你们最专情，我最花心啦，可以吗？感情你之后一直要到6点，没有啦，宝贝，我要唱了。你看嘛，这位豆腐也是个大弟弟啊，他都复制贴上，你以为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专情，迪卡台最棒，唱歌好听又澎，有机敏感恋啊，有机敏感。Alan， 你要被吃早餐哥爆料喽！早餐啊，来啦，告诉我啦，我们交情还不错吧？こんにちは、とみきゅちゃん。今日は台湾語の歌枠だよ。妈妈怎么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对不起，我妈妈来了，有一份文件很像，我看一下，是。批一下公文哈。不好意思，我们株式会社批一下公文这样，批一下公文时间那样。加有。对啊。什么章都可以吗？对啊，一般的章。好，谢谢。我像那个保险受益人哦。保险受益人盖的是我吧？这刚也塞。对呀。也塞哈。好。妈，你有没有被谁游说把那个结婚证书拿过来盖？应该不是谁游说你吧？是。要不会2000万给我，是要。搞不好有，你是被谁游说了？这个真的不是结婚证书哈。我会看好详细哦，我盖咯。还有2000，还有2000万。你们谁游说了尤姐，让我盖这份文件？2000万，复制贴上。不是自己在看呢，没看到呢，没看到。迪卡麦生气，晚一点跟你要互动。好了，我盖在这了吗？晚一点跟你真的吗？妈妈刚洗家吗？我看是家吗？对啊，家哈。对。无啦，是保险啊，是保险啊，不是啥物结婚证书啦即马保险，要来去保险公司借钱啦。借什么钱啊？借钱。借什么钱啊？我都不知道，会当借钱。这里就好了吗？对。好，谢谢妈妈。妈妈她都帮我保好多保险，妈妈谢谢。无啦，即马已经无钱通去保啊啦。好啦，我紧啦，我来谈啦。我谈得好啦。好啦，没事，我最后一首歌唱完就要去吃饭了，等我一下哈。妈妈把抖音改了腰啊，妈妈等我一下。下面有复写纸，我都知道。妈妈下面有复写纸对吧？他们说下面有复写纸，我盖下去之后，下面其实是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下面有复写纸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那应该不是哈。没事，没有，什么都没有，没事，妈妈没事，那应该是一份正常的保险文件。好啦，跟求。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好像有那个保险的流程要跑啦，对，所以就稍微的耽误到一下时间哈。好，来，我们真的是今天最后一首了，真的，今天的最后一首了。保险收益2000万也可以吗？这我不好说。来，接下来无你的金杯。我在出配信之后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这首歌前面怎么唱？天哪！好令人怀念的前奏。其实这首歌我只对副歌有印象，我来找回一下我以前的回忆。等我一下。阿曼巴里，但是伊捌真侪的代志。伊讲上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有雨水，是这样吗？阿妈不捌但是有一张真杯写予伊，
经过几十年，毋捌听开。伊讲写你母女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消失爱伊，无留半字，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消失爱伊，山盟海誓也失去伊，真悲凉无你，真心变痴迷。是这样唱吗？我甲阿嬷问，阿嬷的金杯是啥啥物？伊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力骗情意。啊，对不起，我觉得喉咙也到极限了。下次这首歌我会复仇哦。下次这首歌我再把它一些咬字，还有一些那个前面的部分找回来。啊，谢谢阿影 BB 阿里嘎多。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消失爱伊，无留半字，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消失爱伊，山盟海誓也失去伊，真悲凉无你，真心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金杯是啥啥物？伊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力骗情意。伊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力骗分开。啊，谢谢，也谢谢爱影 BB， 我好感动哦，谢谢你们啦。卡卡了，辛苦了，不会不会啊，大病初愈。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唱很久，对，但是很开心今天可以唱这么多首台语歌。身上有屎伊拉塞，好，谢谢 WT， 谢谢谢谢。我今天其实歌单只唱了一半，不过我觉得先让喉咙休息，对，也不要让自己太勉强。除非性开始，其实我就是除了把猪脚还有嘎奇德亚，然后还有香菜放在头上之外，其实我也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在更加的推广台语歌这一块。对，只是一开始其实我会还蛮担心，就是大家的接受度。对，不过毕竟自己身为台湾人，又是台逼，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可能坚持着这个初衷嘛。对，然后我很开心大家有看到这样的猪猪，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对，然后台湾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很自由很舒服的地方，虽然说常被骂鬼岛，还是很多不健全说不健全有点奇怪啊，就是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可是我觉得可以生活在台湾，我真的觉得很自由很自在啦，什么都有。对虽然说薪水低了一点台湾的低薪真的已经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这个是实在没办法啦。但谢谢你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猪猪。然后台语歌
今后也是会继续推广，我也会继续坚持努力的学习我的台语。啊，上班听得很开心，空长也谢谢你今天来，谢谢你。如果今天有出现的朋友的话，你们可以叫我猪猪或者是迪卡，豚猪鸡都可以，我都只固定开中午或下午台。对，所以就是虽然说我开台的时间很鬼畜，但是也聚集了非常非常多温暖的上班族、主管甚至老板们，他们都很温暖哦，真的哦，超暖的，尤其是职场。每次刚被盗。好 ，OK， 谢谢你们。谁能一直继续会开钢弹的主角？我今天有没有想要调皮一下？最后再安插一首任何的钢弹歌曲？可是我喉咙真的到极限了，我就不调皮了，我就真的说收就收了。要不然以往的我真的大概会跟大家拼到6点。我是被威胁，我没有被威胁。我如果被威胁的话，我最后那个职场我就不会讲出来了，好不好？好啦，我的观众很皮，可是他们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是哦。谢谢你们过来，也希望今天出现的朋友玩得开心，听得开心。欧达你来了，欧达你要跟我们一起降落转机了吗？可爱的欧达，超级可爱的欧达，我每次看到欧达心情都好好，就感觉很像就是一个妹妹，就很想要蹭抱这样子。什么职场？为什么连 CH 大哥都被炸出来？CH 大哥他们都问我说我在那边干嘛？我稍早在那个地方干嘛？你们不要问我，你们去问 CH 大哥。我被下了封口令，你们不要问我，反正就是问 CH 大哥就对了。对，亲亲抱抱举哥哥，可以，交给姐姐。欧达好可爱，而且欧达都可以发出很漂亮的英文的声音，真的让姐姐超羡慕的。欧达最近天气温差很大，你不要像姐姐一样感冒了。其实我是大病初愈啦，今天真的好不容易可以发出唱歌的声音，对，不过今天也没有办法太勉强，所以好啦，我乖一点，真的说收就收，没有办法再唱了。来不及了，没有关系，下次还有，我们还有机会的，而且还有回放。谢谢欧达特别过来，谢谢你，谢谢今天特别降落的比鹏鹏佑希，特别来到猪猪配信的欧达，还有朱伟，然后还有阿鲁华酱，谢谢你们大家。好啦，我真的让我喉咙休息一下，他在跟我抗议了。朱迪卡，你给我点麦克恭维啊！再给我一点时间啦，我要带大家导览一下高雄啊！我要带大家导览完高雄，我才要走，不要阻止我！泡芙老师做的这个片尾超可爱的，怎么可以不导览高雄？来，现在你各位跟着我一起经过了左营龙虎塔，里面的18层地狱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可是我会害怕，我打死我都不要下去。紧接着带各位来到了高雄大佛，但是高雄有2个大佛，2个大佛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你们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有2个，一个在观音山，一个在一个在佛光山，一个在什么六龟吗？好，接下来我们高雄八五大楼，你各位这个高雄地标八五大楼，高雄人都知道的，外县市人一定也知道。来，紧接着这是什么？博二的装置艺术，我真的不晓得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它非常的显眼。非常的显眼博二。来，紧接着阿娘喂，这搞你假珍珠奶茶，还是游客珍珠奶茶等一下，你怎么等一下我忘记按循环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因为重型配信的那个片尾是我第一次拉进来，然后我忘记按循环。好啦，刚刚那个最后就是我们会抢食游客的柴山猕猴啦。柴山、寿山都有哦，好不好？虽然说动物很可爱，可是高雄的猕猴真的被宠坏了。对，他们现在还是依然非常的自我，非常的凶悍。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来高雄，可能去中山大学，或者是去旁边的柴山，或者是什么寿山动物园都好，要小心猴子，真的要小心猴子，他们真的很凶，真的超凶。我是没有被抢食过，可是他们真的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凶。好不好？好啦，下次有机会再开个那个高雄导览台，好吧？依旧得给我在吗？谢谢大家，
来，我们来找香香的老婆们来降落喽。即马有倒一位迄胖胖的水某伫咧开台咧，咱来看一个，我咧胖胖的水某吼，放跳跳绳。对啊，我摕嘎吱蛋啊，而且这个嘎吱蛋啊是泡芙老师特别帮我加上去，就是我这次 FFK 首卖的嘎吱蛋啊，他还把我，就是他观察得很透彻，他还帮我把那个调式加上去啊，真的是谢谢泡芙老师。今嘛咧开台的有我看一个哦，对不起，打个嗝啊。你听到我胸大肌的共鸣的声音。好，现在在开台的有团长好像固定都是5点哈。然后接下来哇，牛肉也在开台耶，可爱的牛肉。然后小雪，小雪也在开台，杜杜也在开台嘛。哦，板娘也在开台，难得这个时间看到板娘。哦，好难选哦！我们要去找牛肉还是去找板娘？听到排骨的声音，保育类动物不能对它反击啊！说到这个，它已经被排除是保育类动物了，因为它们实在是繁衍太多了，然后又太猖狂，所以它们其实已经被排除了。所以好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开那个高雄导览台，对，再跟大家聊说我去寿山动物园的一些很有趣的经验，这样子。对，好，我们好久没有跟牛肉打招呼了，我们去找牛肉吧，可爱的牛肉，难得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它。等一下，你在休息啊？牛肉不在，好吧。好，没关系，牛肉不在，我们去找板娘。我们来找板娘吧。板娘，我来了，我编辑一下哦。我宣传很久好，你宣传很久，还是推特把我的流量骗走了没？板娘，最近板娘很可爱，参加为什么啊？勋姐了，为什么勋姐了？好 ，OK。好啦 ，OK， 你们各位准备咯。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板娘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板娘的频道，5秒之后马上降落。对不起，又咳嗽。好啦，我会乖乖去休息的。不好意思哦。好啦，5秒之后马上降落，5、4、3、2、1。然后周表我快伸出来，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总之先去板娘那边打招呼吼，拜拜。